这是社会新闻，苗栗市一间金仔店，较早互人抢过，昨下晡又搁有人来抢，嫌犯呢，假讲要看金仔趁头家无注意的时，抢走30万块的金破链甲手指，逃走的时，头家后生有约出来，不过因为跋倒无约到人，嫌犯呢顺利自上以一个28岁的这个女朋友徛来接应这个乌托邦，互伊走去。警方先抓了嫌犯的女朋友，后来伫东路抓到这个嫌犯，这个调查才发现讲，两个人拢是越南籍逃走移工。 穿蓝色外套、脚底抹油的，就是涉嫌抢金仔店的嫌犯。金仔店头家娘的后生伫后壁哭哭叫。头家娘的后生哪足哪花休，走到半道，槟榔大小姐想要出来斗相共，要讲两个拢足袂着人，互嫌犯抢走30万的金仔。同一个人，因为他待太久了，礼拜一的晚上，待1个多小时了，待1个多小时，快2个小时。礼拜一晚上啊？对。代志发生伫苗栗市，这间金仔店伫2021年的时阵就互抢过，这摆是第2届互抢。 头家娘讲，抢案发生的前一天，都看过这个嫌犯到店内看金仔，怀疑伊是咧勘察地形。加当天，就假做要买金破链甲金手指，趁店员一个无注意，抢来做伊走。案件发现，28岁嫌犯甲伊作为共犯的女朋友，拢是越南籍老婆移工。警方以车追人，于当晚22时许查获接应的女性犯嫌。 并已掌握主嫌身份。为什么要抢银楼？刘嫌犯当时靠倒摆要接应男朋友，幸好警察找到。男朋友是走到东路乡这个农田，环境透明，拿手电仔伫田内底找人。一直到今仔日中昼，警方才伫伊租厝所在将人逮捕归案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